今日手機頭嘅詞彙韓國句型已經老大家分享出來，唔知各位有學到冇啊？迄個是講和記起來咩冇關係，接下來係複習時間，請大家準備好筆老紙，接下來複習一下今日學過嘅詞彙韓國句型。姑嫂，姑嫂，所以，我愛準備考試，姑嫂床頭惡呀。我愛準備考試，姑嫂床頭惡呀。我要準備考試，所以經常熬夜。我要準備考試，所以經常熬夜。逐日都暗暗睡，姑嫂日時頭冇精神。逐日都暗暗睡，姑嫂日時頭冇精神。每天都這麼晚睡，所以白天沒精神。每天都這麼晚睡，所以白天沒精神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逐日都暗暗睡，姑嫂日時頭冇精神。逐日都暗暗睡，姑嫂日時頭冇精神。按舊當開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按舊當開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按舊當忝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按舊當忝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最近很累，所以沒辦法專心。最近很累，所以沒辦法專心。南西煙強，按舊該開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按舊該開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很忙，很忙。還沒，還沒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還唔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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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暗晡還忙9點秋水末，暗晡還忙9點秋水末。晚上還沒9點就睡覺，晚上還沒9點就睡覺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暗晡頭還唔前9點入睡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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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還忙做好，我還忙做好。我還沒做好，我還沒做好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我還唔前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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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還忙按腳改善，我還忙按腳改善。我還沒這麼快改善，我還沒這麼快改善。南西煙強用版講，我還唔前按腳改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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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